相亲啊，这个高雄的风真正是有够大的大，有袂少起事是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过路的民众嘛，互风吹甲倒去，是赶紧甲这个车红灯的条啊抹掉咧。大路顶四界拢是互风吹甲长去的树枝，阻碍着交通。讲这个高雄的林恒测到上大的阵风是13级，沿海地区到14级。山岛里甲高雄吹甲东岛西歪，关兴市山脚用茶作为摆楼，去互吹甲断去。查某民众骑车经过中华路风树头，嘛互伊摔倒在地。民众嘛骑袂知，赶紧甲电火条网抹条条，就惊规人飞走。强风大雨伫咧界线，外山林环嘛去风吹到险啊跋倒，机车倒在地，要牵起来就无法度。阿伯骑奥多麦经过高雄北五大楼附近，无法度向前骑，嘛掉伫咧大路中。你来看，你来看风有透无？高雄成功路车路有长期树花砸掉咧，无法度通行。靠近路附近，铁片飞离倒去，大路做大水，看起来白苏是伫咧陷海上。今日透早，高雄电塔测到上大12级的阵风，线尾上大13级的阵风。气象局讲，高雄会出现平均12级风，沿海地区恐惊出现14级的强阵风。另外，伫咧新店大边南捷运站附近，昨透早一个小姐叫风吹到骑袂知，险啊去弄到一台公车，警察赶紧冲过救起。发现的时候，赶快驱前去搀扶他，把他搀扶回人行道。山道里发挥带来强风雨，提醒民众要乖乖踮伫咧厝内，较袂发生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